然是我大情大性，並無拖拖拉拉很果斷，還是我獨來獨往，就如藐視這世間恩怨，無可抽離，難割斷。無負我望聞問切，為投入再演到斷，原諒我獨來獨去，目前演出不可給中斷，全是我合情合理是緣，我在跟角色兜轉，情感錯麼而我願，做人一世自然盡情苦惱，莫若戲碼，從沒有走遠隱藏傾注，也是有根源，能讓劇照搞掂我身處，全部內裏封存，是否自尊？然後會漸行漸遠，令誰慘不忍睹給傷害。期望我到來到去，就能意會相處跟相愛，痕跡實於